新京希老北京涮肉火鍋，來自北京三里屯的米芝蓮一星食府。香港2店尖沙咀店新將開幕，近8000尺的沉浸式精美空間，無論日常小聚還是商務宴請，皆能在此品味京韻雅致。新京希秉承老北京銅鍋火鍋文化，採用景泰藍銅鍋，一人一鍋，呈現純正精美火鍋體驗。另外，新京希堅持選用石盟草飼羊肉，與原產地牧場達成合作，擁有專屬供港之質，溯原產地食材直達餐台，是香港首家實現產地羊肉直供的北京火鍋品牌。晚市京劇聲起，用餐空間中縈繞京劇唱段，花式調酒映入夜色節奏，傳統與現代交織，京城氣韻在港，也能體驗一二。為賀新京希尖沙咀2店新張，回饋食客厚愛，現正特推午市699兩位85折優惠，京希品質甄選套餐，主打石盟草飼10厘米多層高蓋拼石盟草飼180天羔羊肉，仲可品嘗到地道的老北京糖油餅。另外，新京希仲推出午市469單人可享的京希獨享獨食套餐，食材亦都嚴選自石盟草飼180天羔羊，另有鮮切谷自羊腿肉。新京希尖沙咀店歡迎各位到店嘗味。